继续来看客家电视的连续剧《出境事务所》，更加提高用江山来起步，也主要是用处理亲戚朋友出境事务来做主题，希望打破一般人对生命礼仪也增加别的成见，也要用有好笑的也有感动人的表演方式，鼓励观众面对生死也个课题。喺台灣，平均每4分鐘就有人離開親戚朋友，出境到另外的國土。客家電視台前期出境事務所係一部以離公司為架構嘅故事，透過無窮面向嘅演出，讓觀眾觀察死亡、珍惜生命嘅每一分鐘。我們希望能夠有一個我們大家對一般葬禮的一個不同的思考，它其實讓你知道我們真的可以選擇我們自己要怎麼離開，然後我們用什麼樣的方式去思念我們的親人。製作團隊表示，出境事務所題材一定創新，面對生死嘅禮儀規範，劇組演員都向專業人員來請教學習，也全程用實景拍片嘅做法，更加喺全台灣千難得看得到位，也為了鼓勵製作團隊嘅用心，還會注意劉建忠嘛到現場為大家來加油。有時候會被限制住，可是課台目前為止，我覺得不曉得是長官對我比較好呢，還是我比較兇，所以還好，他們沒有特別要我幹嘛，所以我覺得很舒服，很自在。我哋客家電視台第一有我哋電視節目我也拍片咧，我感覺到幾新奇同時呢，我也對我哋劇組人員我哋幾心忙幾認真希望我哋看人呢互相來打氣鼓勵打破一般觀眾對於生命禮儀副行業嘅成見，分享有納有冇值得人生出場故事。全強認識西北出境事務所將對明年3月客家電視部嘅8點鐘上映，歡迎觀眾準時來收看。客家新聞整份自公報道。